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5，旧历的8月27，礼拜三。新闻的头一条，来看这种暴力的宗教团体，嘛有袂少的人性格是拍。这个宗教叫做中华日行一善学会，毋那甲成员软禁伫个山顶的道场，还佫有真侪严格规定。譬如讲，信徒若迟到，或者是无互批准就来讲话，马上就会互其他信徒用水管、用铁棍啊安尼讲安尼拍，甚至参2回小宝宝嘛照讲照拍。但是奇怪的是，这信徒拢互讲甲真甘愿，讲安尼是咧赶体内的歹物啊，是咧驱魔。一直到有女信徒互活拍死，警方发现，才到道场去抓人。警员来到台中深山的道场，8墙仔入去，信众秘伫内面唔爱出来，警员直接就甲门敲互开。入去到道场内面，超出大量的棍仔、锤仔，还佫有被毛毯包围这水管，这拢是信徒用来互相拍对方的工具。有人是被拍甲嘴、鼻仔拢流血，还佫有人大腿、尻川皮拢乌青。加入这个中华日行一善学会，19名信徒每一项信息拢有相符，不过因被判理由真奇怪，有的只是迟到，有的只是随意讲话，甚至有2岁囡仔被用毛毯砍掉了后，互众人用各种的工具轮流毒打。上喊的是囡仔被拍，专程拢无效，是戆戆坐伫被虐待，信徒无感觉残忍，感觉安尼是咧驱魔。成员表示他们是因为身体里面被这个主持人指称说身体里面有坏东西需要驱除这有近似这个驱魔的一个理由啊。警方调查这个组织无对外招募信徒，是照着成员互相推荐，加入后就被软禁伫个山顶的道场内，长期遭受暴力对待。有人的情绪已经真无稳定，但是负责人完全拢无插，还佫前往中国发展，一直到有一名台湾女信徒伫中国被活活拍死，将暴力的宗教组织才献光。